伫咧嘉义新港的关店古迹林开泰金属旧厝，是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因家族的旧厝。伫2016年关乎嘉义县政府，经过几多年的研究甲修复，按算伫明年1月被正式开放。正南共同节目舞蹈家林怀民的家族，即间为清朝一直到当的旧厝，经过6档的修复，按算伫明年正月要对外开放。文化部长有李永就表示，这间厝有正重要的历史价值，文化部会全力来支持。要保留这样的一个文化资产，流传给后代，给大家所能够使用是非常不容易。要感谢我们林怀民这个家族，秉持我们曾祖父给的家训，就是公而忘私，很快的决定把这个房子捐出来。那么因为文化部和县府他们的用心的处理整顿，现在终于能够开幕跟社会见面。这间玫瑰堂原本是林怀民的阿公林开泰的诊所甲徛起的所在，经过修复，当初的诊所、客厅、新娘房、读册间，拢有展览迄当阵林家生活本物。林怀民表示，这间厝关乎县政府，大代表是大家的，希望透过文化的经营，唔能传承家族的精神，嘛，互大家感受到新港美好的风土。会当来遮行行咧，来感受到怀民老师因家族，怀民老师人生第一个舞台，而且大汉起来。我相信我会好好利用这个空间来办画展也好，来办音乐会也好，互咱少年囡仔会当真喜欢这个所在。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，希望透过这个所在，互嘉义县国加一个文化甲观光的基地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